做旅遊咁多年，我哋最中意嘅就係帶大家玩啲有溫度嘅行程。呢個新疆房車團就係我哋為親子家庭度身打造嘅路線。香港直飛烏魯木齊9日，純玩零購物零自費，2至5人一家一車，唔使同人逼住趕行程，有獨立沖涼房、冷氣，唔使排隊上廁所，司機兼管家，仲有專屬大廚隨團煮飯。喺唐布拉執完蘑菇，轉頭就有熱飯食啦。我哋安排咗超多精彩嘅活動，擠牛奶、烤狼、餵小羊、坐馬車遊卡贊奇、篝火晚會，全程有專業帶玩領隊帶住小朋友喺草原玩遊戲，家長可以解放雙手輕鬆度假。精選4大頂級營地，體驗房車露營，推門就係無敵美景。另外4晚入住市區4鑽酒店，感受城市繁華，仲有獨家美食福利，那拉提水果任食、菜里木湖湖邊炭火鍋、新疆大烏蘇啤酒任飲，呢份專屬體驗外面根本冇㗎。喺新疆最美嘅風景永遠喺路上，而房車就係你路上移動嘅家。想唔想喺大草原上留一段唔一樣嘅回憶？扣1，我同你慢慢講。